大家好，又到人来谈恋爱嘅時節了。今日呢，談戀愛很多，八個人講太久，兩個人徛下了茶，你們愛去哪？講愛去實驗下，睇到嗬，八個人講太久，兩個人徛下了茶，你們愛去哪？講愛去實驗下。啊，也像談一隻動物哦，一個動物啊，有八隻腳嘅啦，乜個東西呢？哎呀，看答案哈，毛蟹，毛蟹呀，毛蟹哈，腳方有上毛嘅毛蟹啊，喺台灣特有嘅生物哈，毛蟹，毛蟹啊，毛蟹，毛蟹啊，毛蟹。看一下，你做下的毛蟹呢？八個人講太久，八隻腳扛着中間的那個螃蟹的身體，像一個大鼓一樣。八個人講太久，兩個人徛下了茶，那個舉的兩隻叉子，就像那個螃蟹的那個兩個鉗子嘛，對不對？來，你們愛去哪？人家問說，你這個螃蟹，你們這些人要去哪裡呢？他說，哦。講愛去實驗下，毛蟹凊好吃到哪呢？凊好吃到哪啦？吼，凊好吃到實驗下擺吼，靠個石頭下擺，吼，故所也就係毛蟹啊，毛蟹。